2009年7月，55歲嘅木內帶團去中國上海觀測日全食。上海當時係公認嘅最佳觀測點，本來只係30幾個日本專家過嚟，但適逢暑假，結果有600幾個日本中小學生同愛好者報名參加。木內做團長，壓力好大。到達之後，上海一直落雨，甚至直到觀測當日，個天都仲係落雨。當時印住同木內學燕一齊嘅日全食之旅嘅旗幟喺大雨中搖擺，600幾個人着住雨褸喺度等。學生們時不時走過去問木內老師會天晴嘅可，令木內嘅壓力大到就嚟崩潰。尤其係當時有另一個觀測團揀咗山頂做觀測點，一般認為就算落雨，山頂都會比河邊更早天晴。又有學生走過嚟問木內老師，點解你要揀河邊呢？其實木內心裏面都只係想碰下運氣。佢憑經驗同一個未經證實嘅地球物理猜想，認為河流經過嘅地方可能會喺日全食嗰一刻出現短暫嘅撥雲見日。但呢個講法好難同大家解釋清楚。冇幾耐，又有領隊過嚟揾木內話，山上已經天晴啦，我哋而家坐旅遊巴過去仲趕得切，你要唔要考慮一下？木內斬釘截鐵咁拒絕。果然，正如佢所料，日全食出現嘅嗰一刻，河邊忽然天晴。木內用自己嘅堅持為大家贏到最壯觀嘅日全食現場。當聽到大家嘅歡呼同讚賞，木內長長咁鬆咗口氣。直到呢刻，佢先至記起自己個胃已經持續絞痛咗幾日，情緒大起大落。木內喺第二日去酒店食早餐時，喺電梯入面跌低咗，胃部穿窿，暗紅色嘅血嘔到成電梯都係。等救護車嘅時候，佢覺得好凍，意識開始模糊，跟住就好似22歲嗰年一樣，意識離體。佢見到自己俾擔架抬走，嗰一刻佢再次感覺到嗰個巨大意識體逼近，但今次佢集中意念反抗，將意識投向未來。突然間，木內跳躍到一個好似未來日本嘅地方，見到啲人進入一個好似磁力共振嘅東甩圈接受醫療。但就喺呢個時候，佢被拉返去肉身，因為醫生幫佢做緊心肺復甦，佢又醒返過嚟。今次木內患上嘅係冠狀靜脈破裂，位置喺胃嘅下方。佢被送到上海嘉興近杭州嘅一間醫院，院方表示只可以止血，冇能力做手術。住咗2個星期之後，佢再被轉送到杭州另一間醫院。手術前檢查時，木內嘅冠狀靜脈再次爆裂，失血量高達8000 cc，木內再次死亡離體。佢由高處望住醫生、護士搶救緊自己。今次佢放鬆心情，一次又一次咁跳躍到遠古時間嘅深處。佢決定喺各個跳躍點上都留低北斗星圖案，因為北斗星睇落好似不變，但如果係上萬年嘅時間跨度，佢嘅形狀其實會改變。木內認為，只要喺到訪過嘅地方刻上而家北斗7星嘅模樣，就可以成為自己曾經到訪嘅證明。